进入创意，继续来看到天然的茶米，买当摕来做芳剂。大东路影这间饭店进入创意，想到甲茶米而这个烘茶机放入饭店大厅，也有便所，互游客一来到饭店，就会当闻到茶清芳，含吉便所，赶快当享受茶芳气。真侪消费者拢学了，实在真特别，别位无得看，1.25个，可会当蒙拉兼洗裤。行入饭店的大厅，就闻到茶米的芳味，互人亲像来到茶园同款。这个芳味到底是对倒来的咧？斟酌甲看，伫个柜台的边啊，有一卡圆形的竹卡，内底缀这个暗花色的茶叶，这个茶叶芳就是对遮来的啦。这是台东鹿野的一间大饭店，门口这台焙茶机，当咧焙这个红乌龙茶，伊24小时拢无停，规间大厅安尼熏甲芳滚滚，人客拢学了真好闻。这个饭店想到这招。和茶米芳嘛来到这个便所，它就是特殊的香味，就是让人感觉就是比较好。我们就是把一个小的这个烘茶器放进去，然后结果大受欢迎。那有客人就是会带茶具来想要泡茶，结果大厅他拿一把去泡。台东鹿野乡茶园的面积有上100公顷，过去敢若生产这个乌龙茶，不过即摆有真侪茶园改种这款新茶红乌龙，这种红乌龙唔但好啉，阁好闻。伫焙茶机顶悬安尼定时来甲变价，是会当芳几年哦。了后，阁会当甲正做这个有机肥料，循环过来利用。饭店的业者嘛表示讲，迄当阵是抢拄抢，结果煞一空掠双食，实在真好康。一来会当推广这个在地的茶品，二来嘛会当互饭店加一个茶米芳的芳气。记者综合报道。